看迄个作品，接下来看一个历史也几久的艺术办法，提新竹江沙乡下出世嘅朱金生，高中嘅下来到台北，谈论欣赏和工笔画。24岁嘅时节，一路提美国彩台协会嘅前身，美国新闻处开发展呢，里面接触到办法，就开始研究。26年前，伊参加文建会年画甄选，连杀4届，录得到首奖。取得的免审画家的资格。40年来，朱金生未创作半年画，上修一个前9年的艺术，也改变大家对年画的传统观念。年画也是值得收藏的艺术品。点点的草体做个面头前，那轮雕刻刀，顺轮纹路线条刻轮的，泡泡的塑胶板上，都看得到一部威严的形象的。64岁的朱金生，平常时除了去画室教人画图，如果少出门，专心体创作半年画。版画如系囤画好的图，专画体书标的塑胶板也算纸板的风，佮用用刻也算阴刻的方式囤图刻出来，最里面要加上油墨，再印出图来，也就是头摆的印刷术。也因为传统版画的内容，价格是形象、佛像为主。传统华人社会新庄石头为代表所嘅下，又会睇路卡叠上太丰嘅春联，也算图像。故所半年画也是华人特有嘅民间美学。讲论吉祥嘅故事，谁也过样过饱满。东方其实是讲，大部分是祈福啦。像因百姓嗰度有一种愿望啊，或者是人你要透露做得还好，然后你身体还好，然后你希望共下多声音呢，所以嗰度内容啊，嗰种元素全部做得研发地步。不过里面有嘅机械印刷，原来因少年很喜欢也做起来好时好工嘅传统半年画。半年画技术路强讲唔到位。时代改变，许多传统信仰文化也强势地对版画作品当中看到是把位，像拜长公婆，已经强看唔到位。慢慢地啊，生活改变嘛，所以传统的东西当然是唔记得的嘛。像长公婆来讲，透过因是成因的机会出奖啊，还摸图啊，还佢个民常选举特别张个，你做个盖酒啊嘛个拜拜，个成因都是当好土当好水样，保护机也会睇啊，所以你是说你进度慢慢是摸睇嚟嘛，佢个进心个图像叫做流传下来啊，冇个睇这个早就唔记得讲，就了故事啊。睇新竹江沙出世嘅朱金生，喺上台北图书馆下能接触到版画的。退役过后，入睇新埔来头山乡，开一间半年画画室。为来到新埔地区落脚，以验证新埔是得讲系北埔年画嘅发源地。朱金生收藏嘅半年画当中，都有新竹新埔彩体半年历史嘅作品。台南的大部分福建教会过来做法，用线机做。你北埔的是。彩体透过几条有纸扎嘛，到百姓嗰度用的，几条任何些就种高的种搭的，所以佢个当普遍，资料行了为做的。朱金生的创作，头摆也价格系以学过的神佛传说故事为主，研究已开始用几多彩体元素，像耳面咩为太祖古迹也到，如何按人一看下去都看得出，也作品系哪来的。彩体画的元素是主要讲，你的环境，你台湾的土意象这个地板，你拿出来你一看，你是对你台湾的东西呀，你会看到两面材料东西呀，两面日本的呀，所以讲你生发的这个土个背景地板是看出来是你当地的个作品嘛。用收藏的角度来创作。故所朱金生的作品，莫过阴暗多的，青到300到500克，
按照国际版法规规定，特种作品用颜笔签名编号。全世界统一啦，全部用染笔签名，而且年代作者的名啊，还有装束，基本上就保持的价值。是那你个钱强上嘛，钞票，今日是作品啦，特种是一只号码，你号码强上是假的啊，所以说伊个铅笔的用意是铅是矿物质的，佢唔会褪色，你每出去变下叫唔会褪色。26年前，朱金上连续4年喺文建会研发甄选打头等，以为唔是审查的画家嘅资格。按多年来，伊也培养的几多打头名的学生嘅。朱金上嘅作品，佢受到收藏家嘅注意，也出所甄选外，也受到也影响，向下来创作扮演法。不过，要拿雕刻刀同构想刻出来，伊感觉实在过难。一开始，因为我上爱的手的力，我有试过，我刻得唔好，慢慢来是讲，我想讲，拼雕这种东西，是工业那些我安尼做嘛，拼松冇可能我安尼做，所以我慢慢是会想讲，你看安尼。师太冇强用，真些冇嘢想法，咪同阿 Q 做鉴赏冇强用，个后生人嘅卡通图案变做一个扮演法主题。我系后生人嘛，透过嘅事情，记到上一辈我都唔会对到安多啊，所以所以说你上了系我就去拿去比赛嘅，你几年来比赛嘅，冇新名的啊。所以你会讲你会得到好的名次的话，你总唔得去行新名改快，或者是传统的，因为我现在觉得年轻人他们都不喜欢那个东西。感觉到上面文化当中已经渐看唔到扮演法嘞，朱金上又唔想爱扮演法，愈安尼唔敢吃，伊就开始同作品运用到生活层面上，像做笔条笔、手撕钳呢，还有手工呢。虽然说安尼图是平面的，你咪做立体的呀。我从我后摆个镜头个做成抱枕也可以啊，手擦布也咪做得啦。所以创作出来的个芯片啊，你可以多方面应用啊。对于灵感、想法、画图到雕刻、涂色艺术，版画家会提过多各种无强用嘅技术术语。能又好创作嘅出一种种感动人嘅作品。虽然过功夫，好嘅人也可能冇按到。朱金上还系想办法，为大家看得到也同一般人过接近嘅传统工艺。